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县政府联合着县内的肉品市场、市地协会、甲中华餐饮协会来推销着中华出产的猪肉。讲这个中华县的猪肉无散肉精，台猪的过程嘛符合卫生标准，猪肉来源嘛绝对合法。县长王惠美阁变身做大总铺，推荐中华的健康猪。将三层放入去控，要食空肉饭，这个主角猪肉是重点。为了要推广中华的健康猪肉，中华县长王惠美要带大家做来食国产猪肉的好滋味。现场除了有大家食材料理，也有不少猪肉做的特色料理，像这出百花齐放中华珍珠宴会，将青菜、水果、猪肉做成松塔，佮配合乌胡椒啊酱。这个猪排看起来就真好食款，为了好民众食了会安心，中华县政府特别联合中华县肉品市场、市场协会、甲中华餐饮协会办这个推广活动，强调中华健康猪肉无散肉精，来源更加是合法。我们的空嘛，我们的霸王，还有我们的霸包等等哦，大家也都是用这个问题做哦。除了推荐中华健康猪肉嘛，提醒大家，在地小食嘛，拢是用产地直送的温体猪肉。有大表示，中华健康猪肉产品伫传统菜市啊，甲连锁的超市拢有伫卖，就是要民众食了会安心。彰化健康猪肉。